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es，好耐冇見啦！一路以嚟咧，其實我都冇好勤力咁樣係喺個 YouTube 嗰度拍片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因為一嚟方面我自己唔知我應該要拍啲咩題材，或者係我曾經都一路未探索到點樣去拍嘅。但係咧，我都想嘗試下而家重新咧去認真去開始去拍片啦，同埋係想分享多啲方面嘅。咁我都同大家講下啦。大家識我嘅朋友都會知道，其實我而家都係從事緊教緊呢啲 AI 啦，同埋做緊呢啲電商嘅行業嘅。咁我自己都想同大家想分享多啲關於 AI 方面嘅知識啦。另一方面咧，亦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下，譬如我自己都好中意影相啊、拍片啊嗰啲咧。咁我分享下大家一啲關於攝影啊，同埋一啲關於攝影一啲配件方面嘅嘢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咁我自己亦都好中意音樂啦。咁我都有玩 saxophone 啦，大家都知我有玩嘅，識我啲朋友都知嘅。咁所以變咗我都想分享多啲關於係音樂上係，譬如我自己學習 saxophone 係點樣可以去做到呢方面嘅啦，同埋點樣可以我對音樂方面學得好啲啦，點樣可以表演得好啲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咧訂閱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，同埋撳翻個小鈴鐺啦。多謝你哋，咁我時間再見啦。